뒤는 죽어 말다 제울로 얼참마스 럼바스 뱀이 마투 너니 갈래내는 뒷면지대 맞죠 저기 오야 다가 이 마라서 시 주고 차장 럼바스제 오야 돈에 권에 제지 도스 제지 이 시제 내对가 떨슈제 크레딧 봐 저봐 어디 있다 네 저런 이게 그걸 떨어뜨려 주고 있어 짜법이 깨지리 바통도가 저봐 씨발 갈거도 그래 야 저봐 뒤다 뒤냐 저봐 시나 가리 찍었더라 소부 참마 비문나라 체그지 정말 지나 허풍민의 대상은 저고 소부 참마로 런장스 와야 파티 와야 뒤스 두냐 뒤는 죽어 말다 제울로 얼참마스 럼바스 뱀이 마투 너니 갈래내는 뒷면지대 맞죠 저기 오야 다가 이 마라서 시 주고 차장 럼바스제 오야 돈에 권에 제지 도스 제지 이 시제 진 주요 我要10分钟的一句还是3句2声清楚了你知道吗？给说了，boss 给。 OK 你们说了10分钟的对话我来看啊苏两把手机，时间进当的苏的刚刚出。那洗洁精没花家做的帮助么呢洗洁精没。洗洁精没去了多少年就是没洗洁精就是也好出也好要的。那这皮给进去嘛去了米个的立家去外面那这老实就没长相什么出那个刚们之前就来这个提来的提起的欢迎我呀你也开过票没在那看中啊看人家来家门收饭，直接有没有家门店在家常有没有我直接直接有没有店在家常有没有我直接家门店在种出一把好不好？家人们估计来家人们收，这是现在收。这是个传说，感谢哥，感谢我八字哥，感谢我到3点了，谢谢，我的小号哥能不能支持一下？来，家人们能不能帮我种出一把或者是票上的？估计家人们小票不要停，好不好？小星星上拉上的好不好？家人们，报头，对面拉姆1376年没拿掉我就对嘛，拿掉我谁就对面罗西哥，好说，拿掉我呗，估计 boss 并不进来，我的媳妇要面罗西哥面，可大把的是 boss 里面就对并不关对面，是对面。他记得打开包大面，boss 给哈切说你最近拉的像狗一样，真的。209就那我笑死，他们家啥去了？比我距离给这家伙啥给？他说他接打包的。还是感谢开心的，谢谢，哈哈，谢谢。谢谢们，吴敏先生，欢迎哥。来，家人们，咱们直播间里小星星不要停，好不好，家人们？他们那里大哥一有的话，哇，我他们1376的，给我打给别大哥交的，我把的孙子是中标的。对票。哦，他们跑不了，这么了没？人家都票要你帮上来，家车过去拜托支持了。来，家人们，小西西上，可能现在开始小西西上，大哥实力有个大票上的家人们墨镜，我需要3个墨镜，家人们，3个墨镜没有的话，每人上个小西西，家人们好不好？上小西西，把这个家人墨镜上。家人们实力有大哥的有的话就是上墨镜，没有的话送小西西，家人们感谢榜一哥送来的比心图图，拖欠了葛正奇哥哥也去拖欠了，只是哥谢谢嘉诚过了，拖欠了葛正奇，家人们，咱们后面等一下1.5倍一开始的时候，你开炮死了，我的弟弟什么，我那上不了个小西西里面的人，你们都搞起来，我那是估计，有些大哥后面可能一直在看着下，能不能帮我种出一把，可能是估计求你们的家人们好不好？能不能帮我支持一下？或者说小星期里面那里1.5倍加成的时候，能不能种出一把团结票走起来，好不好，家人们？感谢你们推荐那个正确，你直播哪里啊？打主播到哪里？今天我直播哪里？看那种我直播大家搞不有的嘞，推荐那说给，谢谢你们，感谢你们。所以点赞机里面那里搞不起了，推荐那小星期里面那里搞不起，大哥大姐实力云搞给啊，小星期没些热气就等得是热不起了，家人们好不好？推荐那个正确，家人们 ，boss 哥你在干嘛呀？姐妹，起来叫我看，叫表妹。马上咋家了？马姐妹，你票就没，赌票没，不那个钱就看钱就，你钱就，他起来被擦下呗。起来没给单，我就报我就没出没好说。那个怎么现在上？为什么现在？1.5倍加成，我的报了报警。不拿加成吗？怎么现在是加成？怎么现在加成都没过？对了，完蛋了，我肚子里家人们打 boss 和我。
大头，那个怎么现在已经完了没有了？感谢哥哥送来的，真的爱你，谢谢哥。那结婚就是结婚光的，真爱上。在后面咱们直播间，在后面有没有大哥？家里工作吃了吧？来，家人们能不能帮我种出一把红蜡烛？传说哥，你来了吗？哥，好久不见哥。来，家人们能不能支持一下红蜡烛？他绝对会打过来的 ，boss 那边真的有实力。他冇是他破败前头，啊么没，他只说当光呀，就凭作业接读的啊，要把就把作业接读的。他们要376，真的。看见不见 boss 干这说，阿里安那说啥给，可不老就路啥给不那给，那不是拿着的。年底6个年，6个年。完我 boss 给真的发誓他怎么了？直播间里没人吗？你干这说，沿着俺的可是大桥通的沿着俺限制才的交通吧那些嘞。俺洗了，俺尿了，这个给 boss。谁里干净的呢？这是发誓能不能好好拉票呀？这把很差气都，俺这你干嘛这里公的可动不呢？这些当到马儿干去不好好拉票去点给何必给？我说是个的。后面买箱子买，看地那里炒那个大学嘛，大嘞，票拿的好说，看地那送了呗啊，票嘛了去前面不说点就随便说起么，硬个说起的。第二个买东西的多跑还人嘛买说是个。看可多个人能叫呀，能叫用个嘛，这边干啥买，说是个买个。哎，买那个给我多，是那买掉起来。那个给我你都拖出去，你咋不买好说？马是不是第一岁不是？大概有时候很多个节，起来都了很多个年，有时候起来节目的话没，到경치上说没。这 boss 给的对嘛着了啊！陈华爸爸是作家，你得别说。你看，我们先生，俺老婆去阿哥过去，好不好哥？这是估计单那你不用买买，今天他妈就在那这，就是说的时候再给，好不好？我家看中间票没？看中间，看中间。俺给的票多么多？俺洗了，尿了，这个给绷住了。我那咋的？买还知道买，喂，他们要376买还知道啊？那我罗家还去买，罗家。我是这里别大个的觉得，啥没觉得？他们叫早咱们票几51票买，给的老板给下面绷住买。俺给的下，给的都别腾过了，所以说打个灯嘛的买打，可不了买。光是灯嘛的买，给他你们都是那灯嘛的买。起来都洗了，尿了你了。嘿，给哪家这个？那个16个人的小区，每天做一个小区，过去。他们被卖了。小星星就现在上小星星家的买。我们直播间的小星星家的买。谢谢送来的帮忙，谢谢丫头不客气。你只要那个小星星家的买，好不好？每天做一个小区，13个小区的买。农村孩子，谢谢家长过去，家长。小星星鼓给家们，我需要小星星13个。那怎样实力的？先把就是个传说哥，谢谢8次哥，谢谢233哥，谢谢还差9个人，白天了，美女呀就来了吗？谢谢成功哥、张雄哥，谢谢，还差7个人。我没丢鼓给家人们，加成的没丢。谢谢，因为家长，感谢记录哥，谢谢，就差3个，谢谢。张雄哥，谢谢呀就农村孩子，谢谢，同学们，感谢，后面那个。差一个，就差一个，谢谢，感谢我英文这么哥，谢谢，同学们，开心哥，谢谢，谢谢，同学们好，在这个地方一个，来家人们1.5倍加成的时候，同样跟上一把一样的啊，家人们，我要1.5倍加成开炮死了，对什么小星星里面你们都绕不起来去，谈点推出点没有你四处的拿老里啊，点赞的看妈妈去了，同学们跟进去家人们辛苦了，但是拿过来2个星期贵别说起来的光么从，同学们别说了，那他们老给团结票给这样绕不起来，同学们跟进去家人们。大来客气说啊 ，boss 给起来拿个价格报出去给，大家加成了吐木什么了？给我拿到或者干什么事吧？生日一起都绷住给。来个怎么现在加成？哪怕就一个墨迹都不给。来个怎么现在上？
那个你们现在扎着，家人们，咱们现在上，家人们，那个你们现在扎着，阿边哥欢迎哥，现在上，现在上，哥你们现在上，开心哥，谢谢，快点呢，扎着，家人们，扎着，你们现在扎着，不能估计，传说哥能不能走过来踢球哥？感谢，这是个传说哥送来的毛巾。来，家人们，从后面有大哥大姐的话，帮我们100块，现在扎着。咱们直播间里有什么就送什么，好不好？家人们互动起来，团结就是力量，家人们，团结前3把工作。我说那就拜托了，大不了个这么相信家人们，所以干什么事情都要团结起来，好不好？家人们，同样慈阳直播那里啊，刘老师团结有句话送给，多谢呢，跟进去家人们，谢谢你们，感谢，多谢呢，感谢，多谢呢，帮一哥，谢谢哥，多谢呢，也就跟进去，讲不认真了，也就啊兄弟，也就多谢呢。来，咱家人们在后面有没有大哥大姐帮我种出100块呢？咱们直播间了，小星星记、点赞记里面的那这样的呀，给起了几块银头呢，托起呢兄弟，也托起呢，跟进去，大家去说啊，票面大个面给这里面都快去说，俺不离着去多啊，大家不。那你们都吃用就可以给我。妈的，观众那点内心总是晓得的这手段，大哥哥、孙哥哥。还有一句啊，3句2声在面，3句2声。录的，那么要再起来出来，我们来开个会。3句2声没有，我也是。那么要再起来出来开个会。说过3句2声呀。干嘛特地摔来今年，还是弱势个。谢谢，感谢我帮一个托钱那个进去个登记是的，你说些咋给什么下？那个大哥托钱那个进去，给他那个吃直播消息，美女忙直播消息托钱那，哎呀，哥这是个传说，哥托钱那个进去，哥那也吃养我那会儿，电视擦进冰冰的吃直播消息个，你那我那会儿约不得我的。我也约不得美女，我也叔叔看了看给钱那消息，我若不起你唱不了，昆明领导那托钱那兄弟，谢谢你们。大连年庆祝节下大些给不家人们，我后的别离我身边全部说的。आमा छामा लागी चाले सी बाबोसो सोया ना चाले सी बायो अरे संगी 是吧？这你唱小大有一点用的庆祝酒吧，我没看，这是什么？九日唱的唱。没写帮他撕了手需要嘛要的有嘛。喜欢艺术，给我欢迎哥。怎么讲？哎呦，欢迎我猴哥呀！3句2声跳，第1句俺你跳，第2句就让我们跳成了惩罚直接作用呀。还是3句2声没吧？第1句你们已经赢了。那就说3句2声。哎呦，他就让不赢，真的，哎呦，3句2声。他真的真牛，阿里，咱我这么讲，你老板惩罚记录来了，钱我都递上来，说明啊去死了，这惩罚你这3句2声结果叫嘛的？我说明出毛，我没出毛。咱要嘛的看见了，咱们就说明出来。我给他洗洗去，那个面粉他这个找的时候去。他就要没人看中了。现在加长。哎呀，3句2声，他第1句你们已经赢了。要没他家人帮我种出一把。这个提的工程情感不投资，那个听的。一些人上工作室里找我家不到，他就把他给丢了。感谢我大哥，现在的墨镜的牛气哥，来家人后面咱们直播间大哥大姐有好帮我种一把家人，现在上家人，现在上家人，感谢我帮你大哥谢谢哥，感谢感谢哥。来的谢谢了，谢了。来家人后面再有没有大地方的种出一把家人们求你们了。我要你来干住，包出去。我要惩罚你的，惩罚记住我妈的，我要让这地说
输了去，中国话他们说没去，第二把我们赢了的话，第三把让是报机会这个人，小时候就这么，所以这是他们惩罚厉害这些事。他可是他看着走，等你就看结果什么的，他帮谁地址上的他下个了开，走的，他等你接触什么的发射，他等你都天来给偷做的，小时候都难就解释的，他都。那结果怎么？他什么都，大概就是没拿着，没跑了。今天他给肉，大我的肉长亲戚，他我的票得了呗。他们有3几人，大我的肉长亲们都票们都是，俺大我的走的嘛走走去，他我得了呗票。那大过来呀！欢迎佛哥，欢迎佛哥。来，姐妹，看看你不这边忙着家在上面，那个是开始开心心出来的小心心，那个什么叫家属过家？家人们，小星星上，家人们，可能做牙角啊，就是小星星鼓励家人们，谢谢帮一个，谢谢。我要农村孩子，谢谢乡巴人子来牙角，不是哪家人们，我要牙弟弟，谢谢，英文字母弟弟牙角，每日做一个小星星，那个家属，来，现在上小星星，每日做一个小星，感谢，那个什么9个人的小星，9个人的8家人们，8人，你马上家属过上，你生命能够留给小星星鼓励家人们，谢谢你们。还差6个家人们，小星星6个，还差5个家人们，还差5个人的小星星，可能是估计小星星得过一下好不好？家人们，80个牙角啊，还差4个，还差2个，我呀还差2个家人们，可能是估计牙角，谢谢，还差1个家人们，我也加过了，直接感谢喜欢艺术哥，好气！哇呀，飘过人间哥来了吗？哥，这一把求你了，帮一下哥，欢迎哥。欢迎老大，帮我们一把，拜托了老大。干嘛做咩？俺那是酒店的店面，叫钱还是拉下去到了没？俺酒店花店面，天天包容谁的？没钱交了的，拉进去你速度过来，你把我讲了，我们肯定是不进来，把我讲没？现在，还记得没拿着？来，家属拉不了闭门。家属拉不起。2、1，家属。来，同志们，现在家属，美丽老大在老大，我们家属你了，老大，直播间里打个大现在家属，感谢我喜欢艺术哥送来的热热硬的火腿肠，谢谢哥。在后面有没有大哥？感谢我榜一哥送来的卡拉米拉，谢谢哥。这是花妹的那个什么现在家长。感谢我喜欢艺术哥再次送来的热热硬的火腿肠，辛苦了哥，下次我一定请客啊！头前那个真请哥，牙齿个真请，还有榜一哥辛苦了，真的。头前那牙齿个真请哥，来咱们直播间里后面有没有大哥和那组飘过人间大哥在吗哥？那如果是来求你们了，家人们能不能帮我支持一下？大亏这节目的卡节目家人别掐的一下给我，来家人们给我去能不能支持一下？我去我的个妈呀！看走，直播间的所有的同仁都没拿着，啊！家人们上！看正家人们上，快上过来，叫他签就得，就得没，听看着拿着噻的，都给他得人的时候，就得弄的。第一个带着修个呗。就得带着去，他觉得我们带不去下面那么多。那么多没播了没得的，上下没跑了，我就是啊嘛，觉得没动的很觉得嘛。你个带来行就去带，我是个进就去，不好是。哦，帮谁让你的估计对的，怎么了？他拿出去我他们都没啊，都没信心。可真是这样，查到的绝对看样子没多啊，这样看样见不到礼拜，马准不到多，现在看看那些股票没？老了嘛，说你们咱估计下播见不到啥事情的事情发生，估计录过哎，别讲过人家。你那买着啥子？那门多啊，老张啊，亲戚门多啊，听听。他妈的，我录的，那就录个嘛的，那么要上去了，咱中意，那么要上去了。哎。你这个下播期咱们就好好看着啊。好的，没问题。求你们了。看你求你们了，妹妹。这大啥子干嘛去？人家。他虚的没这样我他这肯定是播进屋给吧没独立让姐姐播呗，欢迎几岁哥，欢迎45级老大，欢迎齐生哥，能不能支持一下齐生哥？求你了哥！下多就对我家政那么多方向。
是的呢。不仅无心拼多的那能月呗，就那些乡中就多了样子。乡中们，都票没，票等着这么多就是都来我上面说事就。来，家人们加成，闭麦拉加成。好的，妹妹。来，给你们这加成过下，最后一个加成，给你们最后一个加成，17个人的小心，给你们，每人做一个小心心。求你们家人们好不好？没就给个小心心，没就给小心心，但只能看这一把，我们赢了的话，下一把不用做了，下一把不用打了，家人们好不好？下一把就不用打 PK 了。可能牙角37级的英文字母哥，谢谢80个牙齿中中8个，谢谢。不行了，还需要10个人，家人们，我都没就个小心心，鼓给家人们推荐了，跟这期穷死了牙角哥哥，还有我喜欢艺术大哥，谢谢哥，还有榜一哥哥牙齿推荐了，跟这几个。今天嘛，给不了今天嘛，若不去同年唱不了个啊，可你讨论估计我推荐那是为家人们苏杭走乱不说呀，过年期间刚个乱不说呀的，估计求你们家人们37级哥帮我支持一下，求你了哥，可以吗哥？来家人们，我都没洗个小心心，没洗个小心，不同4个人的家人们，谢谢嘎嘎牙齿推荐了，还差3个人家人们，我都没送个小心心给家人们，3个人的小心心推荐了牙齿，搁这期还差1个家人们，还差一个，我要加成过推荐了，搁这期家人们，等一下1.5倍开始的时候能不能帮我支持一下？还有30秒的时间，这个过了就是1.5倍加成中，我要能支持的话，我那小心心里面那不起手，可能就估计这一把输了的话，我们还要打一把，这一把咱们赢了的话，那就不用打了，结束了。我们看他们的那个惩罚效果就可以了，好不好，家人们？他现在搁这期家人们能不能帮我支持一下？我那是估计答应的，求你们家人们。他特别过讲个工作，这把赢了，我们直接赢了，哥们！那个怎么现在家人们开炮？那个现在加成，那个怎么现在上来1.5倍加成？来，现在上家人们开炮！现在咱们直播间里有什么就送什么，哇！感谢我榜一哥，谢谢哥，在后面有没有大哥给我那中出一把，求求你们了！那这那是对，那可能是估计没些几热气里面的团结票给不了家人们，趁这个1.5倍加成赛的时候打家人们，哇，他们又上去了，家人们上！帮我中出一下家人们，那陈志林哥，谢谢哥送来的墨镜，他喜欢艺术哥，估计哥哥俺若不来其他是那叮嘱哥帮我支持一下，求你们了！俺这直播那小心心里面那嘞，我不知道家人们好不好？那是估计能不能支持一下家人们？支持这一把咱们赢了的话，下一把不用打了，可以吗？家人们，穷次林哥谢谢再次送来的墨镜，英文字母哥谢谢送来的大啤酒，谢谢巴斯哥谢谢，还有前面有一个美女送了啤酒牙着啊！来家人们，后面有没有大哥大姐？那是估计若不来是给不了家人们好不好？我要英文字母的那个37级哥能不能支持一下？估计哥求你们哥，好不好？拜托你们了，家人们。30个了，申哥。你也在帮助，叫我什么？老弟说到做到，申哥，谢谢。老弟说到做到，只要我把本钱一回来，现在还没开到1个月，发过来，当然1人你1分钱都不会到，因为你已经发给我了，你家人们记住了。申哥，我没票咋办噻？那你俩不一样吗？申哥，你家人们记住了，申哥，大姐到。在车上充不了，可以哥，好的。兄弟们，我玩的是良心兄弟们，真的。感谢我家，大家赶紧走，没绷住，没拉住，那啥啦，拉住没去啊！单这姑妈别就叫，单这姑妈别就叫，这个没到姑妈别就。现在上，爸是什么意思呀？不要这样，这样回去。感谢我榜一哥，谢谢哥，送来的1号。大哥牛逼死给我，破了手，扎了手，鱼了手，我的天呐！而且我喜欢艺术大哥，谢谢哥，还有穷次林哥，谢谢推荐了，还有后面以及所有的朋友，那给不起参谋了的，从樱桃呢推荐了，给这些超了，真是给你们资源呗，这些没得说。你哪个做了？俺不要买吧，叫的，俺不要检查的，就是么。下个月底把钱给你弄完了，下个月底了。我那是交了给我那时候，我呀，想不起来了呀，给不起呢，参谋了，俺帮一年去的。他 MG 不公布的，咱们那个项目呢是有的。我的项目的，结顺德过的项目也是交完了。
这个是。那是3公的流上交给肯定了不嘞？这公的票的是你啊，你这趟了里啊，弄得他们是你那边的，弄了这个弄得女姐等于他现在弄成家人家出去了，长老的长老的，金山青队那边子的，我呀，金山青队那边子的，能年作用被这些人在这不属于，加上你们学校当时考过的这些人，看得到了，最近也闯子的多，在欣赏嘛的呀，真的最近闯子的多。我原本想着家里本钱都捞不回来，发射。坐。呀，他最近那这样。你看早上个人不见了，确实我们的光球听到了的，全家人给这提醒我。呀，惩罚这里。他把汉子给翻译，他前面说了呀，又要说嘛。呀，他做呀，不要瞒住啊，去年你信了都不要瞒住。惩罚80，哎呀。哦呀，要个求下快嘞。后面求啊。说明这个求后面还点嘛点大喽。我们是看不懂哎，你是那么一路说的，还是那几把嘞，没事吧？看完就过来，都干干没事了。对，俺们弄不水了，弄不水了。哎呦，他过去，他住在里边就是他们那个，对面。阿西花的面拉着绷住不？前张面的是，可惜这些觉得右脚面拉着。我走了。昨天这没做那家不赢的，警察们这都还没家啊。他没了大哟，面过去俺妈直播天天是天天，没有我这个面，现在怕了么了？但俺妈开始什么的，他都在里边是俺妈对人这2年过了呗。要了面，呸面就拉稀老的。咱们大个啥？我掉落的了，波家是家啊。那交过去，交过去，反正到去吃了交过呗。我咱们现在给都拿路年呗。啊，马是谁过去？我就是真想。当不大的老男孩就换一个，4岁帮一个出去了，上多少？上2万4。谢谢。我就是真的。那不用上。就是呢，我都这样讲，他把你直播打个钱，那今天晚上给我上了1350票，推荐了个人去个呀去个人去，都进来大家喜欢看我的直播，还有榜上的所有人，大家直播他你都给推荐了个人去讲了，谢谢你们。大概这个是去录台的。快录吧，给，今天啥了吧？收来是突然有这录上。突然就对了，哎，放在起的，哦。要放在起的，放他们用电话的，可是137路的。完了都买不去137了，去了热的。这个我也对全放在这，对不对？对起来去啊。阿哥。哦耶。我们就下次我们咱们过来。可以。对啊。哎，给走啊！给他出差别说了的，给他信不信？我股东大跟家去。录，对了嘛，给不了来录给。你给我他妈刚不了，4年以上。老几个了，我这几个了。给啥了？给不了来录给，碰个去。快老3个。好。给我来录啊，股东哥们多。爸阿妈这走路的，顶哪路过来叫我自己去。我都跟不上。出，你怕他出了就出。没有出。来，那么意思137路走么话？来，boss 说给咱对啊，停，稍微等一下。有。喂，过去我马上刚刚出，哭了的刚刚出，喂，尊重没有吗？真不知道不。有了要嘛的呗。哎呀，这个。好，可以了。哎呀，朋友们说一心脑点没有啊？那么137路放。那都需要给下去。啊不是，那么137路要上到其实。中期的屏幕把牛全也放在这个，我把牛。大公就要比的，写了嘛，谢谢。上大瓜的那个最后面的案。
点那个老母要饭请的头那个挺好呀。大美女，吃个别说来自己。都手机可不要找这个研究，不是外面恐怖这这个毛对那来自路，给不了路没呗？哦，那求一直有求各种也说起。他刚我出的没？站那去裙子那去刚刚求。哦呀。欢迎我甜蜜哥。我看不到这腿没。你信那不拍嘛着，保住机会去追是吧？我发着教授，我本来跟你们说的惩罚，等到后面还有一个。他这样说的比谁找的到底有了吧？就这点人马呗，给边上还可以吧？哦，可以了。没事的，那我要上去了呀，那么的估计。可以了，把他放下。估计无效的懂的，你怎么跟这的？放小姐。去多少遍菠萝？用没这钱呀？大里面那么呀，俺就把提给，俺就保住结果。我呀，求你小声呢，我呀让你念了3句2是一个1级第师傅让你了，你们两个说呀。我现在这个那小白俺立不住。哦呀，但是说人家但是出小是没呗，皮给哪里呀？一直给不吃不有，别么做的。让你小声，但是你肯定切身之类的，大家就马来的这样，俺就得保住结果。俺就得保住结果，就是的。没看这都够，俺们比保住就这是厉害。我们要保住阿鲁，必须秘密说的嘛，就的，你要不被说的他的。啊，家人们碰不起看的结果，就是那些古角色低俗的人这样，啥就动作。大家马来大有这样俺没读看这个没得。哎，那些你看嘛，你真想俺做家里给不打发这个。大家在那边去的这西里边没。我呀，1句第师傅也把3句2声让出来呀。那让你了。直接一句去哈。好，10分钟的1句，好吧？3句2声吧。可以3句2声，跟着去的可以。刚才吃饭的第一，我等等你跟他接触，我说不人当我也不去过。那是鸡蛋你基本上我们两个说了，要不耿直一点，我也一次性解决了，听不进去打的。可以就1句第11嘛，呀，那么要上去的走远就啊。我马上来了啊！那么要上去了，吐露看不去看没有，钱不借呀没有。我要。咱们要上去了。没有钱不借呀，没有吐。我给闭上。没有，那咱什么都没有啊。咱们吃出去没有钱，晚上干不的。看你们都会。这里讲了呀，一直出去3件套这个有钱。可以，让人老师的你妈你没妈你是的人老没有，可以吧？哦呀，可以3件套是。就一把的3句2声有嘛的呀？那老没有自己的票，哪边自己的票？呀，俺房是老票回来，这谁的人？就打个动作，没的医药费抵给你要的，他是巧了没得的，出去。去。哎，对，我来练个10分钟的，就1句3的啊，让这个来叫啊。10分钟的叫。也10分钟一样。干嘛就踩开始老大？哎，你来要让中嘛，老板牛的。这干嘛俺就得？呀，让中嘛牛啊，你练过？这个。现在叫他家里面上，现在家中。我在街头记得说了嘛，收个钱不用刷了，先。来家里面上。感谢我英文这么美女，谢谢，托起呢，加油撒，托起呢，牙脚啊！来家里面，咱们后面有大哥大姐的话，帮我种出一把红的估计。家中老的，我估计哥把我一把拜托了。这是1句个，这一次真的呀，很长不平了，香港对不对的，没这个说嘛的，这是1句的，这是1句说说的，都把带说，俺在那加班的啥这个叫。欢迎佛哥，老大，咱们在，他哥，对。
看中的拉着配面西装的球队，估计来去。给他们为啥他们没在大超市里吃进去了，这个吃不着，直播间的看下去，叫他安他过来的，面子里面帮我动手的看的，看得到没？可是这些叫他有的没，军队有的没，叫看嘛我现在都点进去了。我这面开始这些从小了，叫你复活节，我就开始这些的为了搞啥去？来家人们的高兴你的过来要直接讲。 8个小时给你们拉出的驾车过去，拜托了给你们。每人做个小时，给你们拉出的驾车过去，拜托了给你们。每人做个小时，给你们。感谢美女，谢谢雅九啊，爸爸哥谢谢，岁月哥谢谢谢谢，英才谢谢，而且呢，80哥雅九爸爸谢谢谢谢，很多没给咱们136哥谢谢，祝都谢谢谢谢学啊谢谢，而且呢梨子谢谢谢谢，来家人们上还差2个人，我要加成过了，那是估计小心心不要停了，上一下好不好？求你们家人，咱们打的是49票，我去我的个妈呀！后面大家有的话帮我支持一下，求你们家人，我分享一个大哥呀，真的。 OK 的是那个，分享亲友们啊，别支持一下，但说真的，尽量帮我一下，那求你们了，好不好，家人们？看住啊！那真的钱你俺来的，俺就他妈的大哥大姐怕这是模型个的，所有求钱的人这面的，俺是惩罚作为的。那真叫票那叫家政府的钱啊，票出去的就是给你惩罚真的，明目我七个咱们叫的住户嘛的，帮助。咱们要他记得，家政下一个家政个的飞机就像你抖音好这就，最后家政你嘉年华就嘉年华你就给他直接没事。嘉年华俺叫。哎呀，可以。他们罗巴子给了这个大个经济都没有，哎呀，我团结票接受不好，团结票接了没得家长，咱们现在直接的给我直接讲，直接的打给直接讲，可以吗？后面我相信真的有好多大哥在看我，但是不上票，俺不知道求你们了，家人们，可以吗？家人们，过去家人们，能不能支持一下家人们？拜托你们了。啊，他拉住大哥给中出钱接不了，真的没有发生没有？能不能帮我支持一下？支持一下，我拿着过去家人们。发誓这一把我拉真的 GTP 发誓，能不能支持一下我拿着过去的做个票好不好？做个票，我拿着过去能不能帮我支持一下我拿着？来，家人们，俺就等级有一段路，真的，能不能支持一下家人们，好不好？就什么呀？说，谢我金正你姐姐啊，谢金正你姐姐啊，谢我这个叫我荣博也是老大发烧，这个就那个上次也说了，叫什么这叫阿哥杨哥，欢迎阿坤主播，嘎总，13句来说马的只有这一句的大，如果他们电视台去2把压下来去。 没有的，他们也取消了，没保了，没有啊！哎呀！我拿着这里面唐僧叫了，干了这样就我叫你夫妻相斗，起来点我们的，他真是没样啦！老婆，俺来看看对打啥去？看这上面，前不需要这样，来些公交。 我就是让人现在现在快沟通比现在比年我们这边不知道这样子的，没嘛比他比强三的，知道吗？那么多我就看中，所以说看完就讲我广大来的看完就没做对的。数据开始给不上，叫我网开。看了今天接数据，今天没今天一个的呀，今天没今天拿电视公的给你，还得求你了，叫他朋友过来呗，啊。 那么要算起了，兄弟，求求你了，家长的时候加油，就大哥这里的，这相兄儿子这里，他都那么在介入知道求了，加油，兄弟，他拉着就你都当下都当时干啥来的，就拉着不要说他们在求了嘛这种，哦，现在起码家组队结局面那么要算起了，求了嘛，他们，
那可能是过去的。那看的可能做估计可能做顺不顺我面啥他们这样，咱就得经常是学了这个面啥的呢，可能做估计看的估计，这个拉家政，这个学。他准备给没钱拉家政，刚刚这是那个叫。那是家政的就过了是不工作家政，哪怕是1个小时都关一下，拜托了，哥们，我们的家政过去，家政过去，我们就最后一把家人们，好不好？帮我中途一下，那就过去求你们，拜托你们是吧？没事做个小西西家人们，人气还是没掉，但是实力不够家人们。小西西上家人们，现在小西西上，咱们直播间里有什么就小西西马上飘起来，家人们可以吗？每人送个小西西，跟他说，不仅那要求不进去，家人们，现在小西西上家人们，小西西上。8个，6个，哥们。5个人家人们，5个人，没戏家人们，没戏。哎呀，没戏个小西西，没送个小西西，没送个小西西家人们，迷你家人们，迷你个小西西家人们，我要出现了迷你个小西西，我那是对不起，2个人的小西西家人们，2个人的小西西，我要谢谢，感谢，还差一个家人们没上过的上，我要推荐那个这些，家人们还有45秒之后。加成中，能不能帮我支持一下家人们？他的这个点赞或者拉就是家人们，估计后面的大哥们帮我中途一下，求求你们，当然，闭幕或者做你这个标，闭幕的啥都拿死，能不能支持一下家人们？团结就是力量，好不好，家人们？求你们了。莫几十几就80几都叫人不说过，80。求你们了。真的，我们一种咱不认识的人，咱教的没有什么意义啊，就好比就对吧？装睡的人我永远叫不醒，对不对？所以说耍是情义不耍本分，你们也不欠我的，不该我的。但有些大哥江民国36级的、39级的，大把的，只要我一看嘛就看2个点，偶尔就买个电影票消费一下呗，啊嘞。现在上8个线，对你们。三级哥先别走了，能不能支持一会儿记住哥，拜托了哥。能不能走个标就家人们求你们了，现在上，哥们。但没送给老师都叫我如果来其他估计直接停了嘛，家人们小星星都不愿意上了。那马其他的估计家人们能不能帮我支持一下？开炮，家人们。那个怎么现在家长？发誓他们钱打的时候，我钱那个都破不了，发誓。怎么回事呀？700多。现在家长，你们现在家长，客气说大，什么情况？咱们后面有大哥大姐的话，帮我中途一下家人们，好不好？我那是说不来是来其他家人们，大伙子给我们修的的。给嘛是给我呀，我说了我会做惩罚的，我去。感谢我帮一个，谢谢哥，看把汉子哥能不能支持一下？估计哥，好了，找了大哥能不能支持一下？估计哥，拜托你了哥，好不好哥？来，家人们在后面有没有大哥帮我中途一下？可能是估计斗酒哥能不能支持一下？帮二哥，估计求你了哥，估计哥支持一下，我马上互换这个发誓可以吗哥？来，家人们上，现在上。可能是估计说不来其他家人们是那推出了，他别走了啊，都晕出去着这个那个，这是可能是估计家人们啊，大家人们求你们了，老子大哥的估计了的，大哥的估计了的，估计。是的呢。我这给绷住点好说哎，怕不给。哥哥们最后哥们过去。没单了，给嘛说。感谢老大托钱呐，真的特别感谢，谢谢老大，谢谢。还是帮一个，谢谢太给力，托钱呐，老大，谢谢。连大哥没办，我们有钱给怕了给，我们有钱没对，俺这俺老多钱藏不了没对，夹表情都有钱，我呀俺做惩罚这些，或者俺做夹表情我，看对我们都马扎给怕了啥不给，好说哎，哇啥不给，看杆子那这东给，杆子那年老大给咱去看你晒不给，好说哎，怕了啥不给，是的给。去到很多啊，看流上么都嫉妒程度大个的个羡慕嫉妒程度啊，给弱给，拍下啥个有给气势赛季对给看来说东西。
哪怕我跪下来叫你一声发字，你都不带搭理我的。但是俺说不清楚，是你们。睡了妈妈我米金哥看个惩罚呗，米金老大，惩罚对的老大，老婆米金哥，他前点啥的床跟你都对的哥。没明白个的没，拉真他妈的忙死呀，觉得弱的没。他妈在的没鼓掌天下的没，帮我俺做的给俺他妈借饼，他听见没？就说俺那没完了，今天还今天吧，觉得俺自己给了，哎呀，他作业给写写哈达都，要讲，俺老家的他们家老爹给举多了给，哎呦，看这是点没呗？啊，看这些爹给大家忙的得加倍给，谁是我一个特别爱就给，谢谢。所有人么过去说，但李逵惩罚做的不起什么嘞？那想把这些没来那些做嘛的给，要马路拿着。要人不是他抖音那主播参谋了，俺看见个怎么拿着啥的，俺看不到你都听不到，怕起来他就跌了些，就是怕什么？你看俺那边得到俺，有阿家有他们的，我做完了，你进不上去。你做个，给你做个，这样你做个。呀，他觉得你来做大拉正，他妈的把结束。你他妈是天，你他妈是这样做的，你爸爸是做，爸爸阿妈才做。他爸爸阿妈才做，那么外面惩罚群这些了。你干了给俺做我们都是了给。他们最近的牛天的过去没？家不说的，最没给20就。呀，这还来这小熊猫对了，这光捐个的，他对了。呀，给他光捐钱，你给他打在俺这没有给，呀，给他光捐钱。